成功辦理兩地車牌之後，後續有邊啲重點維護事項需要留意呢？先講同公司有關嘅維護。香港公司需要每年更新商業登記證，按時提交週年申報表，同埋完成年度報稅同審計。如果你持有嘅兩地牌係投資牌，咁你嘅內地公司就要保持正常營運，按時完成每月稅務申報、工商年報，同埋維持有效嘅註冊地址。但如果你持有嘅兩地牌係高薪牌，考慮到死內城嘅情況，就唔使為維護內地公司而煩惱啦。再講同兩地牌直接相關嘅維護，車主要定期辦理批文卡續期、禁區紙更新同埋海關備案，仲要做車輛年審同交續牌費。咁樣梳理落嚟，維護涉及嘅環節繁多。如果你覺得繁瑣，中港車牌交易所為你提供一站式服務，幫你輕輕鬆鬆搞掂維護事項。有任何問題，歡迎 inbox 或者留言話俾我哋知。記得 like 同 follow 就唔會錯過中港牌實用資訊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